屬龍嚟到呢一個馬年咧，其實就冇乜親戚關係嘅，又唔係衝，又唔係合，又唔係刑，又唔係有咩桃花年，仲有一個好普通嘅生肖，所以今年咧個桃花就排第10，桃花排第10又唔使驚嘅，有就有，冇就冇啦。咁冇就最多等下一個桃花年都唔使死嘅。咁即使冇桃花到啦，咁我唯有留意桃花月。咁桃花月咧，農曆4月同10月係你嘅桃花月。如果想盡快脫離單身，就喺4月同10月積極少少。咁但係如果已經結咗婚或者有穩定感情，今年感情又唔係特別好，又唔係特別差，又唔見得嗌急分手，又唔係見到特別容易結婚嘅年，一個比較平穩嘅年。咁今年吉星咧有天解解神同8座。咁天解解神逢凶化吉，能化凶星，即係8座有利地位提升。咁凶受血印，容易受金屬所傷見血。但係屬龍嘅你今年唔係損傷年，唔會有咩嚴重意外損傷，可能行街撞親少少損傷，切嘢刺親少少手指皮，未必有嚴重問題。咁浮沉就浮浮沉沉，冇乜嘢突破。咁因為你個排位咧，財運排第6，桃花排第10，都係屬於普普通通。今年咧就唔好積極進取住啦。咁但係都要分寒命、熱命、平命。如果你生喺8月8之後3月6之前，即使今年冇乜外來輔助都啦，其實都可以睇高一線。咁打工咧，因為有8座，仲有地位提升、升遷嘅機會添。咁3月6到8月8嘅人咧，就即使升咗咧，都冇乜着數喎。咁就係公司係要升你都冇辦法㗎。所以今年有升職機會。3月6到8月8升咗，唔升好過升；8月8到3月6升咗，當然就好少少啦。